關帝靈籤第89籤：班超歸玉門關，荏荏終平。樽前無事且高歌，時未來係奈若何？白馬渡江須日暮，虎頭城裏看巍峨。此籤示人隱隱以待時，藏器以待用。不可急，急則顛；不可憤，憤則敗；不可躁，躁則陷。是以君子有處困之道，不憂勤剔勵道之經。飲食宴樂道之權，必通經而達權。急來以緩受之，逆來以順受之。師出險滯，團之道也。一旦快馬揮鞭，龍騰虎變，乃真不可萬物比。此勝意扶危濟困之金丹，人其誤之。